你覺得自己係圓面，指咩髮型都好難修飾。今集我用 Honey 同 Liz 嘅例子，深入分析圓面修飾嘅技巧，等你揀髮型嘅時候唔使再踩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會同大家一齊睇下兩位人氣偶像 Honey 同 Liz。佢哋雖然被稱為圓面嘅代表，但係其實修飾手法好有技巧。Honey 嘅五官比較集中，下巴圓潤，但係有清晰嘅輪廓線。Liz 係典型飽滿嘅圓面型，蘋果肌飽滿，輪廓感覺比較柔和。佢哋雖然唔同，但係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圓感偏重嘅面型。咁點解佢哋嘅髮型可以咁修飾、咁襟睇？關鍵就係兩樣嘢。拉長整體嘅比例，同埋控制面部線條嘅膨脹感。想知道自己係咪圓面型，可以睇下以下三個常見嘅分類：面長同面闊嘅比例係1比1，顴骨唔會突出，下巴比較圓，整體嘅感覺親切可愛，蘋果肌會比較突出，笑起上嚟面珠比較圓，面中係偏短啲，兩邊輪廓留白位比較多，視覺上容易顯得面好大，五官會唔夠立體。呢幾種圓面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要避免加重向橫發展嘅闊度，反而要集中拉長垂直嘅比例，咁樣先至可以喺視覺上面顯得瘦啲，同埋有線條感。了解咗圓面型嘅特點之後，下一步就係點樣用對應嘅髮型技巧去修飾輪廓啦。以下就係三大嘅重點設計，幫你解決圓潤嘅煩惱。修飾面型比例，拉長面部線條，增加立體感。圓面型係比較適合有空間感，即係露出部分額頭嘅劉海。拉長面型嘅比例，令到視覺嘅焦點向上提升咗。以下呢幾種嘅劉海都係好適合圓面型。八字形劉海，自然向外分兩側，拉長咗中間面部嘅比例去平衡面型嘅重心。斜音會打造自然斜向嘅線條，有助收窄面型，增加柔和感。而空氣劉海透薄嘅設計唔會壓住個額頭，反而增加咗整體嘅輕盈度。而中分嘅劉海，中線嘅分界令到視覺嘅垂直感會好強啊，係最有效嘅拉長面型。Honey 同 Liz 就係一個好嘅例子，佢哋都會成日用斜界同埋透薄嘅劉海，好自然咁令到面型更加有立體感，亦都避免咗下半面過於重嘅效果。相反，厚重嘅劉海就會令到面部壓得低咗，令到塊面顯得又短又闊，所以圓面人要避免選擇呢一種嘅劉海。而攣髮都係有效拉長面部嘅線條，打造小顏嘅效果。圓面要修飾輪廓，攣髮嘅曲度位置係好關鍵，建議揀啲攣度細啲嘅捲髮，就好似木馬捲、羊毛捲，可以喺面頰兩側去製造自然嘅陰影效果，收窄視覺嘅寬度。但係要注意，大攣係會增加咗橫向嘅膨脹感，令到面型更加短、更加闊。但係如果堅持大攣嘅設計，捲度嘅排位要拿捏得好準確，喺面頰兩邊嘅位置要向內捲，咁樣先至有效遮蓋到兩邊留白嘅位置。捲度唔需要太誇張，重點係鬆軟自然加位置正確，咁樣先至做到修飾效果之餘，又唔會令到整體嘅感覺太沉重。除咗攣髮嘅捲度位置之外，長髮嘅設計同樣都會影響整體嘅視覺比例，太長太短都未必啱。對於輪廓偏圓、面型比例比較短嘅人嚟講，髮型重點唔係越長越好，係要有層次，重心放得啱。舉個例子，好似金多美呢三個唔同長度嘅髮型造型，邊個長度先至最適合佢嘅面型比例？一般嚟講，中長髮型最適合圓面，可以自然拉長面型，又唔會壓低咗整體嘅比例。冇層次厚重嘅卜頭會令到面頰全露，加上下巴圓潤，就會出現一個波形輪廓嘅錯覺。另外，過長嘅髮型都會令整體嘅視覺變得下垂咗，特別係比較嬌小嘅女孩子，會顯得頭重腳輕，唔夠利落。如果想試短髮嘅造型，可以參考下 Honey 呢個短髮 look， 佢呢個髮型係好有明顯嘅層次，包住咗面側嘅線條，唔會放大面型，咁樣先至可以收窄橫向感。頭髮嘅長度要夠利落，線條要有層次感，咁樣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顯瘦加提神氣質嘅效果。喺髮色嘅選擇上邊，淺色嘅頭髮都會有提亮嘅效果，視覺嘅焦點會自然集中喺五官，
減弱咗輪廓嘅膨脹感，睇落去會更加輕盈利落。然而黑髮亦都會好似天然嘅陰影，如果係配搭咗貼面嘅剪裁，又或者面質有弧度嘅設計，亦都可以加強線條嘅收斂感，修飾咗面型之餘，亦都保留咗深邃感。無論你係屬於邊種嘅面型，只要掌握比例、線條同重點設計，就可以做出專屬你自己嘅自然修飾手法。每個人嘅輪廓都有佢獨特嘅魅力，關鍵係揾到啱自己嘅方法，發揮優點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中意呢一類嘅分享，俾個 like 我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